快意如天一绝，不问今夕是何年，淡然逍遥在人间。走过前世雾朦胧，世人皆在看梦中，念波长空，扶摇直上珍苍穹。另个真容，我一笔写爱恨缱绻，文字隽永，我一笔皆变因果夙愿。对酒当歌，看我自如临近红线，故意如烟，为之于三间。扶摇一别，绕尽晨光，明月送竹简，遇上青天，残星北斗，披山越指点，风落苍间，却能刻成关入二三卷，无笔无人生一夜情。方老师，19为您报仇了。19，你怎么把人杀了？族长知道一定会动怒的。杀人犯就是该死。你看，他身上还带着这个。他还有脸留着房老师的东西？你怎么知道这是房老师的东西？上面有他照片。你不是从来都没见过房老师吗？怎么会认得他？这儿还有他名字呢。啊？怎么会？照片和名字分明不同，可你不看名字，单凭照片就认出了房老师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这上面都是血迹，你又说是从杀人现场弄来的，所以我没多想就。房老师是被人勒死的，怎么会有血迹？不可能，他明明是被刀捅死。除了诸葛家上层，没人知道房老师真正的死因。除了凶手，拿来吧你！看清楚了，这是我的，我们可不会抢别人的东西。你们不是已经被19杀了吗？那只是我用李白的那句“挥刃斩楼兰，俱像出”的假死画面。可恶！长青，还是留下来把话说清楚吧。费老，一辉兄。哎呀，说了多少遍了，杀房斌的是诸葛长青。你们是不是想包庇自己人，拿我们当替罪羊啊？严先生倒是伶牙俐齿，还想着反咬诸葛家一口。老头儿，这个一辉说不定也是帮凶，他有没有一个叫舜的弟弟，最好也查一查。哼，搞这些口舌之争没有用。点睛笔在你们手上是事实，人会撒谎，比邻可不会骗人。没错，比邻不会骗人。你们敢不敢让我问点睛笔一个问题？点睛啊点睛，我该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？啊！哎！切！死！点睛笔都让他死，你们为什么还相信他？如果问题的内容不成立，点睛笔是不会回答的。就像我之前问他在永新寺怎么退笔，但实际上那里根本不能退笔，点睛笔就没有回答。但当我问怎么自证清白时，他却有了回答，就说明小罗的清白是成立的。点睛笔回答死，是指让罗先生用装死自证清白，顺便还帮我们救出了真正的凶手。都去死吧！对付魔法还得是物理攻击。既然你不肯交代，那就让你的比邻开口吧。想不到费老竟然动用自己的比邻。什么比邻这么变态啊？是司马光的通鉴笔。
费老抓住诸葛长青的凌云笔，用来控制他的神经，然后就能让凌云笔通过诸葛长青的嘴，交代出他所知道的信息。哦，你们这个管家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！你的同伙是谁？幕后主使是谁？主人的力量，你们无法想象。糟糕，快救人！我来。啊，没用啊！以炎兄现在与画眉比的神慧度，可以将人或物的状态回溯的时间不会太长。如果是太久之前导致的问题，就没有办法了。不对啊，老严刚才很快就冲过去了。看来他的体内被加了一道禁制，只要涉及主使者的话题，就会自动发作。而设置这道禁制的比灵之力，甚至强过我的通剑比。这种强度的灵力造成的致命伤害，严先生也是无法干涉的。两位，等等。你还想干嘛？之前的事，对不起了。嗨，误会嘛，都过去了。还有，谢谢你在退笔种时挺身救我。也不必谢我，都是点睛笔让我这么做的，大概是命运的指示吧。渣男，不愧是青莲比利，靠您的相助，我们才能捉住叛徒。族长想亲自对您表示感谢，请跟我来。族长，之前跟费老确认过，诸葛家族长老李从来没见过我，看来那天袭击我的是个冒牌货。就让我看看真正的老李到底长啥样。哦，这诸葛家族长看起来比那个冒牌货年轻多了，怪不得在秦姨面前叫他老爷子会露馅儿。族长，罗先生，欢迎，叫我老李就好，请这边坐。这次全靠你鼎力相助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我没什么要求，就是想问问您关于退笔的事儿。你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但关于退笔，我也知之甚少，只能建议你去永州的绿天庵再碰碰运气了。啊，这样啊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务必小心逊比利。你身怀2只管城七侯，他们一定也已经盯上你了。逊比利是什么？笔种关闭后，从此再无笔灵。个别心术不正的笔种力，便从2家炼制笔童的手法里开发出一套以活人炼笔的邪路，叫做逊笔。笔灵吞噬人之魂魄，借人躯复活，成为只听从炼就者号令的傀儡。这些笔种力很快自成一派，就是逊比力。诸葛家和韦家曾多次合力围剿，还是没能消灭干净。这次诸葛家可能就是被他们渗透。据说多年前韦世然在韦庄引起的那场动乱，也跟逊比利有关。这些人恐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目的啊！小柔啊，事急从权，爷爷也是没办法再这么做的。我的时间不多了。爷爷，人老了，总会有这么一天。没什么。
但我是你唯一的亲人，我走了，你该怎么活呀？孙女不怕，孙女陪你一起。爷爷怎么忍心让你有事儿？你放心，我接下来无论做什么，都绝不伤罗仲夏性命。只是若以后爷爷不在了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请两位在此多住些时日，让诸葛家尽些地主之谊。罗兄、严兄，别客气，请吧。哇，你们这也太客气了吧！哎，哎，好，哎，好。我是个粗人，过不起这样的生活。昨天我想出去上网，竟然被拦住了，说什么危险不宜出门，搞得像软禁似的。有没有可能，这就是软禁啊？是彼得。我查到了一些关于绿天安的线索，退避之时有望。没想到你们和二柱子13号还发生了这种事，诸葛家的确不是善茬，你们最好尽快脱身，我们可以在绿天安会合。好，再联系。退避有望，退避有望。硬碰硬，估计逃不出去啊。我帮你啊。你偷听我打电话？切，你可是诸葛家的人。凭什么帮我？当然有条件喽。费伯伯已经查到了其他几个叛徒的下落，他们好像要在永州绿天安有大动作，诸葛家准备去那里把人抓回来。绿天安？费伯伯不让我参加行动，但我偏要亲手收拾这帮叛徒。哦，你帮我们逃出去，我们帮你报仇，对吗？没错，敢害房老师，我饶不了他们。好。叫上老爷，我们今天半夜就行动。喂！跟我来，这个小门平时没人看守。罗先生，这么晚了还是不要乱跑，很危险的。是没人看守门，但有人看守我呀。哼，少装大尾巴狼！你们不就是馋我兄弟的身子？里的比邻吗？说那么多干嘛？上！请。切，我们人多势众，他怕了。什么情况啊？再冲！一定是这胖子耍了花招。他是不是也有比邻啊？我只知道他叫魏超。是最近才请回来的厨子。擒贼先擒王，把他撂倒不就解决了？老爷，老子的手！严先生，您这一拳可是下了死手，还是回去找诸葛家的大夫看看吧。我刚才注意到，老严打魏超的时候，他跺了一下脚。然后我们就跑到他身后去了。所以呢，有没有可能他比邻的能力是以他的跺脚点为圆心，将人转移到对称的反方向？但他没办法单个转移，所以才等我们一起跑出门后才使用能力。我听说有一只比邻能以施术者为圆心转动空间，让被施术空间内的生命体与地面的相对位置产生变化。
什么笔啊？炼自郦道元的水晶笔。没错，水晶不离地转山移。水晶笔的作用范围有1公里远，你们出不去的。听我说，王爷，一会儿你先这样，跑！想让我为难，怕把一个转回来，却把另一个转出去吗？你们以为我只能转180度？90度也可以。少一个。哎呀，哥们儿，敏锐度差了点啊，都没注意到，就在原地没动。哼。前方即将到达永州站，永州著名景区绿天安，祝您旅途愉快。这绿天安实力雄厚啊，都买得起高铁广告了。我们一会儿直接去绿天安埋伏上，这样就能抢得先机。不先找个地方歇歇吗？我已经提前约好去绿天安的车了，是这辆。喂，彼得，我们马上就去绿。啊！抢救！好，永州医院是吧？我马上去。是永州医院的护士，她说彼得受了重伤，正在抢救，我得去医院确认他的伤情。那我们还是先去医院。改目的地可不行，我在绿天安还有下一单呢。那包车定金概不退还。你们俩先去绿天安踩点，我稍后就跟你们会合，一定注意安全。好吧。好像有股血腥味儿。万物有心难倦，可是渺如烟。